現年35歲前港姐亞軍黃心穎，2019年驚爆食人夫醜聞，演藝事業一鋪清袋。雖然已經事隔7年，而佢亦都已經揾到另一半結埋婚，但係仍然有好多網民對佢過去嘅所作所為堅決採取不原諒嘅態度，認為佢係失德藝人，十分抵制佢復出。而事實上，近年黃心穎嘗試透過轉型做歌手，重新回歸到幕前。佢甚至自資出歌喺個人網站發布，雖然表數都唔錯，但係真正支持佢嘅人寥寥無幾，大多數都係嚟湊熱鬧，甚至嚟落井下石嘅居多。不過心理承受能力向來都好強大嘅黃心穎，乾脆就你有你鬧，我有我唱。面對網民鋪天蓋地嘅指責，一律都選擇無視。最近佢又以歌手嘅身份再推出一首新歌，看透世間美事，又分享人生中首次自彈自唱嘅經歷。雖然網民繼續對佢冷嘲熱諷，但佢早就已經見慣不怪。當然啦，亦都有部分人為佢打氣，認為事隔多年，大家應該俾機會佢重新嚟過。咁你哋覺得呢？